以下我稍介单句理解题这种题型选项有分时嘅得分策略。一，我怎样有2條選項，我分出你4個選項嘅差別。2，詳細談題目嘅問題。3，選出最適當嘅答案。下尾，你來練習一題。對電腦熒幕登稿，你請問讓到選項嘅問時停停，選項唔會念，不過你要了解佢嘅意思。一，等；2，確等；3，確等；4，即等。對題目盲念出來之前，你需要了解你4個選項嘅意思。比如講，等就是蒙住，確等就是拖着，確等就是緊握抓緊，即等就是用手指或棍子等東西去擠壓。了解你4個選項之後，你來逐日聽題目用版出，你會寫哪種才係正確嘅答案呢？風沙安泰江面甲亂找到讀唔掉，請問你會用版做？題目的意思是風沙那麼大，怕臉蛋吹到受不了，請問你會怎麼做？該下你已經了解你4個選項嘅意思嘞，你會怎麼做呢？因為我們已經先看過選項了，所以聽完題目之後，我們很快就可以選出答案是選項1，等蒙住。單句理解的另一種類型就是題目選項都沒有文字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聽題目，分辨各選項之間的差異，然後才能選出最適當的答案。畢竟聲音不一樣，意思可能就會差很多了。所以若係聽唔出題目，就唔知會寫哪種選項咧。呢種題型嘅選項，單講題目嘅部分冇強容聽聽，所以來聽住來，才顯得出意義符合題目嘅答案。下背強下來練習一題。過年不到咧，阿咪圖愛去安家，因為吉祥愛咪乜解不愛。1，咪沙；2，咪三；3，咪散；4，咪上。聽熟題目之後，你是會知阿咪愛咪三不愛。過年快到了，媽媽帶我去逛街，因為她想買什麼給我？要買新衣服啊！衣服看你要用版講呢，係衫。選項1，紗，紗字嘅紗，沙子的沙，唔錯。選項3，傘，鐵傘嘅傘，爬山的山，唔錯。選項4，賞，賞本嘅賞，身份的身，唔錯。只有選項2的賞才是我們要的正確選項。